然後就係你頭先揀嗰個套餐嘅前菜二。肉方面咧就係有3塊，過程入邊都係會有人幫你煮。大家好，我係 TF， 今條影片同大家點評一下日本東京地區嘅5間餐廳，種類就包括燒肉、壽喜燒同埋鐵板燒。內容方面就會有佢哋係幾多錢，有啲乜嘢食，好唔好食，同埋飽唔飽？我係絕對唔 OK 嗰啲咧，食咗2個鐘頭好似食一陣風咁樣嗰啲餐廳。今次介紹嘅餐廳都係屬於中高價位，你去日本之前想食好啲，咁你就可以參考呢一條影片啦。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訂閱我。第一間放題燒肉六哥鮮，東京新宿地區有3間分店，千祈唔好 book 錯或者去錯。最容易認嘅方法就係記住佢哋嘅樓層數目。基本套餐係包括燒肉、擦擦鍋、壽喜燒、無限夜飲同埋酒精飲品，價錢就係12,100 yen 每位，加5000 yen 升級上等嘅肉同埋海鮮，加2倍或者3倍嘅價錢可以升級到松板牛或者神戶牛。未去之前聽到燒肉、壽喜燒、擦擦鍋，成件事好似好忙好 busy 咁樣，由頭到尾應該得個做字，就唔係好食得飽或者好有體驗嘅。但結果唔使半個鐘頭，所有嘢你都基本上係會食到一輪㗎啦，絕對唔擔心係3樣嘢顧唔嚟。燒肉方面係非常之出色，擦擦鍋同壽喜燒就普普通通，你當呢度係一個放題燒肉就算罷啦。你食下嘅時候會忽然間有個店員攞個即影即有相機過嚟同你影張相。雖然成件事啲店員係非常之 hea， 但係見到張相嘅時候，我作為一個零售業擔當，都係會俾呢套拳打動到㗎。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係非常之 good。下一間番燒肉，番薯個番，東京地區有3間分店，分別喺涉谷區、麻布台 Hills 同埋赤坂區。前2間係十分難 book，咁我都係 book 到一間赤坂區嘅分店嘅啫，唔係放題任食，係一個套餐。套餐方面得2款嘅啫，就係基本餐同埋 Premium 高級餐，價錢分別係8,800 yen 同埋13,860 yen， 不包括夜飲同埋服務費。主要嘅分別就係 main dish 嗰啲肉會係高級一啲，同埋有黑松露。嘢食方面每塊肉就係得1塊嘅啫，店員會幫你燒埋。好中意食肉嘅朋友就一定係覺得唔夠㗎。飽肚方面就一般般啦，因為食完之後我記得我係有再去食其他嘢㗎。第3間壽喜燒人形町金半，喺東京地區有非常之多嘅分店，自己常去嘅呢就係銀座分店，店員英文程度係啦啦聲嘅。主要就係講壽喜燒套餐分3類，只係前菜嘅唔同，分別係魚生、燒牛扒、魚生拼生牛肉壽司。個人十分推薦就係福套餐配呢一個燒牛扒嘅，一個擺到雕花咁樣嘅前菜。然後就係你頭先揀嗰個套餐嘅前菜2。肉方面咧就係有3塊，過程入邊都係會有人幫你煮，分為3次嚟 serve。第1次咧佢就會係1塊肉加蛋加飯，第2塊肉咧就會係加蔬菜，第3塊肉就會係拼埋蔬菜同埋粉絲入邊嘅餡蛋撈飯。甜品方面會有2楷嘢，再加綠茶。而福套餐嘅價錢係15,730 yen。以食物質素嚟講，佢哋嘅牛肉係比較淡味，佢哋嘅味道主要嚟自醬汁同埋烹煮嘅過程。第4間壽喜燒日山，係百年老店，曾獲米芝蓮星星。香港尖沙咀區、海港城都有分店。基本套餐分3種 ：Standard、Selected 同埋 Premium。價錢由12,800 yen 起，不包括服務費同埋嘢飲錢。首先有一個冷盤嘅蘿蔔前菜，然後前菜 main dish 3塊肉拼1碗飯。佢肉同蛋係會分開上俾你，你就要自己飲落啲蛋度。味道方面，日山嘅牛肉係比較重牛味㗎，就算加咗壽喜燒汁同埋蛋汁，都係食到牛味居多。嗰啲壽喜燒味就比較弱嘅。食物嘅數量方面係少過人形町金半，所以呢件事食完之後對我嚟講係唔飽㗎。最後一間就係鐵板燒，叫做喜善亭。人形町金半同集團旗下嘅東西，位於東京 Midtown， 商場格局成個 YOHO Midtown 咁樣。入到餐廳坐喺度，簡直返咗元朗。有2款套餐，普通餐同埋高沙套餐，主要就爭咗個蜆湯。肉類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，簡單嚟講就係脂肪多啲同脂肪少啲。嘢食方面佢就會有一個前菜，一個蜆湯。
一個沙律，然後一份好重本嘅 main dish， 上面有一個 chips， 嗰個 chips 咧係當日另外加錢加嘅，因為店員又係咁上你問你加唔加嘢飲，問你加唔加呢個洋葱片咁樣啦。嗰個洋葱片出奇地係成個餐入邊最好食㗎。如果你係經開呢個商場唔知食乜，就可以食呢間，專登去食就不必啦。整體翻兜嘅排名六哥鮮第1位，人形丁金半第2位，第3位係番燒肉，第4位係日山，第5位係喜善亭鐵板燒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好快點評完東京地區嘅5間餐廳，有冇邊間你食過呢？中意嘅話記得 like 同訂閱我係 TF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